业求职旺季来临，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日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，邀集58家企业现场征才，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，其中 AI 半导体及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超过1400个，占整体职缺数40%，包括台积电、联电与台湾美光等指标性大厂都来抢，才吸引不少求职民众参与。会场涌现人潮，企业与求职者面试互动热络。此次就博会提供的职缺多数位于云嘉南地区，超过90%职缺不限工作经验，对应届毕业生及欲转职的求职民众相当友善。在薪资方面，超过50%职缺起薪35000元以上，约30%职缺月薪突破40K， 展现企业延揽人才的高度诚意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启动！2026台湾就业通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一飞冲天，正式启动！再一次掌声。今天是云嘉南分署在我们成大中正堂举办的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哈。那今天有58家厂商提供3500多个职缺，那这个职缺非常的丰富有厂商开的薪水有7万、有8万有10万的，那3万5以上的就占了3%，那4万以上的也占了30%所以劳动条件非常的好，而且90%都是免经验